各位好啊！大家早晨，我係香港英皇金融集團嘅客戶主任梁日平。咁琴日國際現貨嘅黃金咧都大漲咗有1%嘅，咁都創咗3月26號以嚟嘅新高啦。咁因為烏克蘭嘅緊張局勢咧都再度燃燒，都令到更多嘅市場資金咧流入歐元區嘅，咁令到歐元走強啦。咁同時咧，歐洲央行嘅數位官員嘅講話咧，都打壓咗通縮嘅風險，同埋加速咗實施量化寬鬆嘅預期，都令到咧歐元得到提振嘅。咁美元指數咧就大跌啦，咁而黃金咧都受到支撐，咁所以琴日呢個現貨金價就上漲咗11.6美元嘅，咁漲幅都有0.86%，咁報收咧係1309.1美元，咁最高咧就觸及1314美元啦，咁最低曾經都下探到去1296.4美元嘅。咁其實烏克蘭最近嘅局勢咧都再度走入呢一個嘅混亂嘅邊緣啦。咁上個禮拜日咧，親俄嘅抗議者咧都相繼控制咗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同埋工業中心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嘅。咁星期一部分嘅抗議者咧就宣布成立呢一個嘅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同埋會喺5月11號之前咧舉行全民公投嘅。咁而琴日咧，烏克蘭警方咧就喺東部城市哈爾科夫咧就拘捕咗70名搶佔當地行政辦公樓嘅人。咁但係親俄嘅示威者咧喺其他2個城市咧仍然都拒絕妥協嘅。咁烏克蘭就講到啦，呢一個係俄羅斯領導嘅分裂烏克蘭嘅計劃。咁俄羅斯咧亦都警告話翻呢，如果烏克蘭當局咧動用呢一個嘅武力嘅話咧，烏克蘭可能會陷入內戰啦。咁另一方面咧，伊拉克財長咧咁週二就表示啦，伊拉克央行咧可能會喺未來幾個月咧購買更多嘅黃金儲備嘅，咁但係咧就要取決於具體嘅投資需求啦。咁喺過去2個月咧，伊拉克都買入咗60噸嘅黃金嘅。咁而美國芝加哥嘅聯儲主席咧，琴日就發表講話咧，就話美聯儲有可能咧就會好快就會撤走貨幣刺激嘅措施。咁今日嚟講咧，我哋可以關注今晚嘅凌晨2點啦，美聯儲會公布嗰個會議記錄。咁因為最近啦，美聯儲仍然都一直為自己先前嘅鷹派言論做辯護啦。咁而呢一份紀要文件中，究竟會點樣描述近嚟美國經濟嘅走向，同埋呢個貨幣政策嘅走向呢？咁到時都將會揭曉㗎啦。咁今日嚟講呢，都建議大家啦，可以喺翻1308蚊呢一個位置度做揸貨嘅。咁止賺呢可以設置喺1323美元，止損呢可以設置喺1298美元嘅。咁今日嘅分享都去到呢一度啦，咁多謝大家嘅收看。咁我係香港英皇金融集團嘅客戶主任梁日平。